2、1，台南凤梨华丽变身！哇，掌声鼓励一下，非常美味可口，而且好看又好吃。我们台南的甜点还有。伫市长甲所贵宾公开迄刻，地将往来变成各式各样的地点甲饼品，好看佮好食，有满足的幸福感。会中业者嘛，伊甲市长小解，全部拢是真材实料的台南往来所制作的创意。这个是凤梨冰。对，这是我们用凤梨，外圈是凤梨，然后中间是草莓优格，然后在最中心是那个鲜果草莓下去吃。对对对。而且我们这次光芒小子哈，他们现在的商品是已经开卖了，对不对哈？都是期间限定的光芒果子小旅行哈。这个是那个纯天然制作的那个凤梨雪花冰，然后使用台南在地的光庙金钻奶，这是牛奶吗？它是凤梨做成的雪花冰，对，然后再搭配金钻凤梨的凤梨水果球，然后还有香草冰淇淋制作完成。台南因为食食较甜，嘛被形容是甜美幸福的城市。今年路叫特别每下一间知名店家，联合制出新产品甲优惠，嘛用实际行动来消停往来小龙。市长伫记者会中，嘛由外销出现无心往来，甚至网络出现糟蹋的言论，连带台南受影响。市长嘛讲出重话，在半个月前吧，传出在新加坡有一些台湾的凤梨，这个品质还不是很 OK， 这是因为价格很好，外销补贴，就有人急着要采收，赶快去上市，结果我就讲说不要做害群之马，这个查起来不是台南的凤梨，但是我们台南的凤梨也会受影响的，所以呢，我想说打出台南凤梨的品牌，而且顾好台南凤梨的品质，是我们应该做的。这个在网络上有人要去污蔑台南的凤梨，和污蔑我们帮忙促销凤梨的一些好朋友，所以针对这个部分我们不是保留法律追诉权。虽然这部分的外销出现问题，不过内销市场依然维持平顺，欢迎民众清明连假做回来台南吃甜甜。台南新闻管制何乔邦采访报道。